Zimon leje kung kansa. T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. Nga lo de yi. Nga ne zo ye. 罗督错，我阿皮来给眼科借用的东西，用个借，想着话穷穷西班牙，对我错话当好用啦，眼前这些咋样？罗督错，俺子写的个罗公节呢，别人个努点做了，罗用谢谢。想着话穷穷，对恰。小抄写员上。叙利奥是小学5年级学生，12岁，是个黑头发、白皮肤的男孩。他爸爸是铁路上的职员，还有好几个比叙利奥小的儿女，一家过着清苦的生活，钱总是不够用。爸爸不因孩子多而觉得累赘，一味爱着他们。他最喜爱叙利奥，只是对他的功课却一点儿也不放松。他希望儿子早点毕业，找个比较好的工作来贴补一家人的生活。爸爸年纪大了，并且因为一向辛苦，脸上看起来更老。一家人的生活全压在他肩膀上。他白天在铁路上工作，晚上又从别处接了文件来抄写，每天夜里趴在桌子上要写到很晚才睡。最近有个杂志社托他写给订户寄杂志的签条，用了很大的正楷字写，每500张签条给6角钱。这工作很辛苦，老人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向家里人叫苦。我眼睛似乎坏起来了，这样的夜工会缩短我的寿命呢。叙利奥呢，老穷老人看比老嘛是严啦，老就你热，扎龙那节小包个月不是严，给阿怕扎龙这个礼俗不是严啦，大众叙利奥的穷月是半个是月，全公布他却跟错话入心，对能用国民农个门度。阿皮西巴蒙波科波西的基门度啦，可做新的基，可让七个啥的叙利奥沿用，好用个兄弟，来月带你动个面，给人话达啦，不住俺们呢浪塔上的，离个总总是让你全公布了入片那上，阿帕罗那件事，南这小娃个操起月，当啦纪念就看到啦。全公平错外越界，去抓对了痛度，给人家的交流的小娃注意越啦。财务你人呢，一切新的设计理解细心，人家的公务主政上呢，人人国际，大家伢子越，你家的对待空气给我托给别强巴多了，对待着选择个己一个的热入细心。咱们一组切西的执行，选择俺家人了，我是主任的人员，你看的家里很的钱了，隔壁邻居啥嘛啥的，这么多了，你没啦先生玩着，等着以能力级，你才属接通的东西这些，没俺的人多。个人的拉蒂查节，俺子他年沙巴开始用大这些。清苦，他叫累赘，可不，一家过着清苦的生活，钱总是不够用。爸爸不因孩子多而觉得累赘，一味爱着他们。他最喜欢叙利奥。全公布他叫跟错话入心，能用国民农个门度。阿皮西巴蒙波可不是的基门度啦，可做了新的基，可让七个啥的叙利奥人。当俺亲娘的，他念这些过来记得，他念这些。词语解释：清苦，清苦就是清贫、穷苦的意思。他这几版呢，我不懂娘讨厌比的。累赘，累赘就是拖累、麻烦的意思。可不是吧呢？牛扎当都这样比的。写的什么？语言文化小贴士：
这篇文章为《爱的教育》中的一篇文章。《爱的教育》采用日记的形式，讲述一个叫安利科的小男孩成长的故事，记录了他1年之内在学校、家庭、社会的所见所闻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、父母、师长、朋友的真挚的爱，有着感人肺腑的力量。文章中，孩子们所表现的更多的是闪光的美德，这正是小说极力颂扬的地方。小说记录了长辈们对孩子的教育和启示，附在日记后面还以第2人称写了他们呕心沥血的教子篇。这本小说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它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成长。俺亲娘的，他念撒巴地错下用这些。清苦、탑적累赘， 크르보 一家过着清苦的生活，钱总是不够用。爸爸不因孩子多而觉得累赘，一味爱着他们。他最喜欢叙利奥。 참 공부 탑적은 초와주신 나오요 고미 농금도 앞이 시바 몽보 크포시다 지문도라 코초라 션드지 코롱 치 가사데 슐리 어yin 老朱错，前期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训，但俺去举行了啊。로두조 고가 자이노 커포시비에 타니데 강리 A. 累赘。连地所，年真的接触不错，但俺今年的带领个龙才奴的用下经典啊。 叙利奥是小学5年级学生，12岁，是个黑头发、白皮肤的男孩子。他爸爸是铁路上的职员，还有好几个比叙利奥小的儿女，一家过着清苦的生活，钱总是不够用。爸爸不因孩子多而觉得累赘，一味爱着他们。他最喜爱叙利奥，只是对他的功课却一点也不放松。他希望儿子早点毕业，找个比较好的工作。 来补贴一家人的生活。爸爸年纪大了，并且因为一向辛苦，脸上看起来更老。一家人的生活全压在他肩膀上。他白天在铁路上工作，晚上又从别处接了文件来抄写。每天夜里趴在桌子上，要写到很晚才睡。最近有个杂志社托他写给订户寄杂志的签条，用了很大的正楷字写。 每500张签条给6角钱，这工作很辛苦。老人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向家里人叫苦。我眼睛似乎坏起来了，这样的夜工会缩短我的寿命呢。老朱错，带领个路者参的人就接，打出马 demo 起 ，demo， 主播起我个前年按住兰扎西些呢，俺去连线都去拿。 雷黑将农把黑连比过个月。